我 Miss 很煩。105分鐘的3年堂，叫人精神和心靈都筋竭力疲。遇上難教的學生，我不想只靠專屬老師的權力鎮壓這種反叛心，恐怕這樣只會令他們內心的憤恨滋長，時日一長，始終無法消解叛逆因子。該如何剛柔並濟，才能與這群大中小霸王達到互相尊重、和平共處的境界？這難題叫我苦惱，心裏堆積起無法排遣的鬱悶。請教其他老師有何對策時，老師對我說：記住，有問題唔係你自己一個嘅問題，係大家嘅問題。教員室60幾個老師一齊撐你，幾難搞都對付到。同儕的鼓勵讓我在茫然無助裏握住一點安穩。我對自己說，他們不過是太活潑、太好動，惡霸也有惡霸可愛的地方。從美好的一面看，至少他們反應熱烈，不愁他們像木頭人一樣冷酷無情。假以時日，只要找到有效的相處方法，事情就會好起來了。說不定還要感激他們的熱情奔放。